来继续来看台湾伫2年前来开放着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来进口，不过消基会顶个月抽查含猪肉成分的相关的食品289件，煞找无到一件有标示美国猪。到底今年进口的1000多吨的美国猪肉拢去倒位咧？消基会是担心讲有生产地的疑虑，就是明明就是美国猪肉，但是家人不爱买，拢直接标示是台湾制造。消基会是呼吁政府应该加强监督管理。加油会坐猪肉片，伫咧有努力的汤头内底35秒、90秒地当吃。无论是台湾的雪花猪、丹麦腊肉肉，还是西班牙的猪肉，拢是这间连锁火锅店上食市的肉品。北京业者亲像马路用的是台湾猪，千叶火锅用的是丹麦猪，就是无看到美国猪肉。目前消费者接受度好像没有很高，我们目前都在相关还在评估当中。那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跟我们的肉品的进口商有签了相关的年度的合约，所以在合约还没到的情况之下，目前会实行目前的相关肉的品项为主。烦恼消费者将美国猪和台猪看作是同款的，所以为进口业者会去看。根据销售资料显示，今年到5月29，为美国进口的猪肉超1204吨，法国的猪肉是1367吨。不过5月份消基会调查通路，发现289件有猪肉成分的相关食品，竟然找不到一件有标示美国猪的商品。颠倒进口量小我的法国猪煞找到8件，烦恼美国猪标示红标做是别个原产地，会有销售出现解说详细。在287件里面呢，真的没有看到标示这一个美国原产地的这样一个猪肉的状况。美国猪的这样一个原料，或是甚至呢贩卖的这个美国的一个猪肉，但是标示上呢标示了其他的一个原产地，不是美国的原产地。不管是猪肉或是可食部位，总计美国的产品占台湾的猪肉消费市场只有0.4%，他们没有办法。不容易看到这个美国猪肉，因为它的市占率极低。虽然市场卖美国猪卖量占较少，不过销售嘛不会。真侪通道拢有美国猪冷冻的肉品，用伫咧加工食品，或者是餐厅的肉，无可能有生产地问题。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